政府一連2日為大亞灣核電廠應變計劃進行跨部門演習，但係有環保組織就批評成個演習不切實際。今次演習模擬大亞灣核電廠出現事故，而距離核電廠唔夠20公里嘅東平洲，超過100個島上嘅市民需要緊急撤離。飛行服務隊嘅直升機首先喺東平洲低飛廣播，通知市民要疏散撤離。市民去到碼頭準備坐船離開，不過先要接受初步嘅輻射測試。之後上水警輪去到沙田馬料水公眾碼頭，再次接受着上保護衣嘅工作人員仔細測檢。成個演習睇上嚟就非常專業啦，不過有參加嘅演員話直升機廣播太細聲，聽唔清楚內容。而保安局就話有30個局同埋超過1000個工作人員參與。綠色和平有17個成員前一晚已經去到東平洲，希望可以一同參與演習，不過就被當局拒絕。結果佢哋喺現場拉起橫額示威，表達不滿。綠色和平代表批評參加演習嘅演員全部都係事前預先安排，就連疏散撤離嘅方法都係指定。佢哋認為演習不切實際，只係一場欠缺公眾參與嘅公關 show。如果發生類似日本福島嘅核事故，可以話係毫無幫助。面對批評聲音，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反駁：成個演習非常之認真，兼且過程順利，現場仲有國際原子能專家擔任觀察員，強調演習符合國際嘅要求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